主后2025年12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分工合作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尼希米记》第3章第10到3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尼希米记》第3章。迄时，大祭司以利亚实甲伊的同事起来重建羊门，安门线，将门圣化归上主。因过去声唱到哈米阿楼甲哈兰业楼，将伊圣化归上主。接续去做的是耶利哥人，接续因的是임利的囝撒克。哈谢那遐囝重建鱼门、安置娘甲门线、门串甲门锁。接续因修建城墙的是哈哥斯的孙乌利亚的囝米利末。接续伊的是米斯撒别的孙比利加的囝米苏兰。接续伊的是巴纳的囝撒督。接续伊的是提哥阿人，毋过因的贵族无要负责受指派的工作。巴西亚的囝耶和亚大，甲比索大的囝米苏兰修理古门、安置娘、门线、门串甲门锁。接续因修建城墙的是基遍人米拉提甲米伦人雅顿，以及何西省省长所管的基遍人甲米苏巴人。接续因的是帕金师傅哈海雅的囝乌瑟。接续伊的是做香料的哈纳尼雅。遮个人修造耶路撒冷到看墙。接续因修理城墙的是户尼的囝，管理一半耶路撒冷城区的利法雅。接续伊的是哈罗伯的囝亚大雅，伊修建伊家己的厝对面的城墙。接续伊的是哈沙尼的囝哈督。哈林的囝马基雅甲巴哈摩押的囝哈述修理的一段以及路楼。接续因的是哈罗希的囝，管理一半耶路撒冷城区的沙龙，甲伊遐个查某囝。哈伦甲撒那阿的住民修理山谷门，因做城门、安置门线、门串甲门锁，搁修建城墙440公尺到本锁门。管理北哈基林地区的利甲的囝马基雅修建本锁门，做城门、安置门线、门串甲门锁。管理米苏巴地区的国何西的囝沙伦修建砖门，做城门、看厝顶安置门线、门串甲门锁，搁修建皇家飞航护军的小阿迪的城，到迄个对
大卫城落来会行仔。接续伊修建城墙的是管理一半北属城区的阿伯的囝尼希米，伊修理到大庇坟墓的对面，搁刷到人造池以及英雄馆。接续伊修建城墙的是利未人巴尼的囝利宏，接续伊的是管理一半基伊拉地区的哈沙比亚，伊修建伊治理的地区。接续伊修建的是因的亲族希那达的囝巴瓦伊，伊管理另外一半的基伊拉地区。接续伊的是耶稣的囝以谢尼，伊管理米斯巴，修建上去武器库的对面城墙北角迄段。接续伊的是撒该的囝巴录，尽力修建对城墙北角到大祭司以利亚实公馆的门口迄段。接续伊的是哈克斯的孙乌利亚的囝米利末，修建对以利亚实公馆的门口到公馆的尽头迄段。接续伊修建城墙的是住伫耶路撒冷附近地区遐的祭司。接续因的是便雅悯甲哈述，因修建因兜对面迄段。接续因的是阿兰雅的孙马西亚的囝阿撒利亚，伊修建伊的厝附近迄段。接续伊的是希那达的囝宾类，伊修建对阿撒利亚的厝到城墙的北角到城角迄段。乌塞的囝巴拉负责城墙北角的对面瓦郡警卫亭皇宫顶面的城楼迄段。接续伊的是巴录的囝比大雅，甲住伫俄菲勒圣殿的工人，因修建东边的水门对面甲较悬大的城楼迄段。接续伊的是提哥亚人，因修建对迄个较悬的大城楼对面到俄菲勒的城迄段。对马门上北迄段，这是修建因家己的厝对面的城墙。接续因的是音勒的囝撒督，伊修建伊的厝对面的城墙。接续伊修建的是东门的守卫示迦尼的囝是玛雅。接续伊的是示利米亚的囝哈纳尼亚，甲撒拉的第六囝哈伦，因阁修建一段。接续因的是比利加的囝米斯兰，伊修建家己的厝对面迄段。接续伊的是帕金师傅马基亚，伊修建到圣殿的工人甲生理人的厝迄段，就是对吊进门的对面到城角的楼。帕金师傅甲生理人修建对城角的楼到阳门迄段。分工合作。伫年尾的调集下面，回归的犹太人准备好要开始重建城墙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，重建的人力
甲工作分配。一般人和宗教领袖全部投入工作，有的人守着城墙，有的人重建城门，所有人拢为着共同的目标工作努力。12节特别讲到，接续因的是哈罗歇的囝，管理一半耶路撒冷城区的沙龙，甲伊遐个查某囝。在当时的犹太社会，女性一般并无受到看重，总是伫修建城墙的重要工作顶面，却通看到沙龙的查某囝参与其中，可见伫重建工作是无分男女，拢会当贡献家己的力量。这项重建工作中，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伊的祭司同事是值得效法的典范。祭司是犹太群体的宗教领袖，因原本就负责圣殿敬拜和献祭的工作。检采无必要亲自做粗重的工作，因通徛踮边仔督促别人，也是指点出倒一搭做了还无够好。但是祭司并无自命清高，反正参与第一个城门和第一段城墙的修建，因无倚重身份地位，反正是放落身段亲自做工。城门完成了后，祭司就将伊奉献予上帝。续接，因开始修建城墙，完成了后，也举行奉献仪式。祭司带头做模范，用行动甲犹太人讲重建圣城的重要。同时，因也无忘记得本身的职分，一完成城门和城墙的建造，就将因奉献予上帝。祭司甲重建的工作和因的职分结合，展现因对这件代志的重视。就伫祭司甲民众做伙投入重建的时，提哥仔城的领袖却拒绝督工指定的工作。这个领袖拒绝配合的原因，检采是掠做家己的身份地位比较较悬，毋愿受指挥，或者是因为家己想要修建的部分。这座城门，这种较容易互看到的所在，安尼才会当受到关注甲学乐。不过，提哥仔城的人民和遐个领袖无共，因后来也自愿受造第二段城墙，因显然比遐个掠家己做得的领袖搁较值得受称赞。虽然少数人无要配合，但是重建工作还互犹太人搁较团结，众人同心合意去完成一件代志，也是一种精神的凝聚。今仔日的经文也讲到，人修建家己邦国前的城墙，显示人做代志，若是甲家己密切相关，会搁较愿意付出。当人感觉家己是团队的一份子，会搁较积极投入。以外，女性和祭司拢参与修建工作，显示整个群体是包容多元的，无共身份和角色的人拢会当贡献力量。这种包容性和归属感，互犹太人搁较团结合一。这也提醒现代的教会，伫团队侍奉中，每一位成员的归属感和付出拢真重要。默想，伫教会中，我捌为着某种原因拒绝受指派的服侍无？
若假使还有机会受邀请参与相款的服侍，我会安怎回应？伫教会中，我捌为着某种原因拒绝受指派的服侍无？若假使还有机会受邀请参与相款的服侍，我会安怎回应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求你帮助我踮教会也是职场，拢会当学习甲人分工合作，毋是简单挑选轻松也是会受关注的服侍和工作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